主后2023年12月初4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无法领悟的人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以赛亚书42章第10节到25节。海甲海中一切的生物，海岛甲岛内的居民啊，着对上主唱新的歌，对天边海角称赞伊。荒野甲内面的城镇着出大声，基达人的庄舍着欢呼，西拉的居民着欢喜唱歌，对山顶大声喝。因着将荣光归予上主，伫正海岛宣扬称赞伊。上主会亲像战士出征，亲像勇士激发斗志。伊会出声喝，大声叫，勇猛攻击伊的对敌。上帝讲：我已经忍真久，一直恬恬无出声。当我要采取行动，亲像产妇哀哀叫，直直喘袂离。我要互大山小山拢荒废，互所有的花草干了了。我要互江河变做干地，互湖水拢干去。我要带失明的人行路，行因毋捌行过的路。我要互黑暗伫因面前变做光明，互弯曲的路变做直直。这个事我拢要做，绝对袂放弃。我靠雕刻的偶像个，对铸造的像讲：恁是阮的神的人，即款人一定失败，受大体辱。恁遮个臭耳个着听，恁遮个青面个着看。啥人比我的仆人搁较青面？啥人比我册的使者搁较臭耳？以色列人啊，你看真多，毋过袂明白；你耳仔拍真开，毋过袂领悟。上主以爱的秉公行义，将家己的教导发扬光大。毋过，这个受抢劫、剥夺的子民，拢关伫地穴，禁伫监狱。因互人做纳物赶走，无人解救；因互人劫去，无人要求放因。恁中间有啥人会关心即个代志？对现在起，有啥人会注意即项事？啥人将雅各交互人做纳物，互以色列出在人抢劫？是因所得罪迄位上主本身，因毋肯行伊的道路，毋肯遵守伊的律法，所以伊将猛烈的受气、战争的暴力拢摒伫以色列身上，因互烈火包围，毋过拢无影无紧，互火烧着嘛犹皮皮。无法领悟的人，上帝为以色列人征战得胜，为因施行奇妙作为。伊捌伫旷野开江河，互其中生长片香树、含金合欢树，也种永春树含橄榄树，搁有桑树、杉树含黄杨树，欣欣向荣。上帝伫荒芜开创美好的环境，互人徛起，互崎岖的小路变做空中大道。对这个作为通看出，上帝疼以色列人的心偌尔真切。毋过，上帝所做的这一切，以色列人一直无领悟。上帝就亲像踮伫台仔顶咧唱独脚戏，台仔骹的观众完全无感动，所以会满腔热血，真紧就要花去。
以色列人看见上帝作为，却袂明白；听见真理，却袂了解，也毋顺从。上帝袂禁止感叹：以色列啊，你看真多，毋过袂明白；你听真多，毋过袂领悟。因按家己的心意行，毋遵守上帝的律法。因背离上帝，无警觉到上帝要向因发出大受气，要互因遭受战争的痛苦，甲因交互掠夺者。发受气的上帝向以色列发出警语，伊的子民要受欺压，互关点地牢，受囚禁点监狱，无人来解救。一味孤行的以色列人，因为袂领悟上帝的作为，毋愿意承认是家己无遵行上帝的旨意，落尾会遭受上帝伫大受气中的惩罚。咱作为第三者来阅读这段经文的讲述的时，可能对以色列人充满感叹，甚至可能感觉以色列人为虾米一直学袂乖。毋知爱惊上帝大受气的刑罚，以色列人可能心内也充满抱怨，感叹家己为虾米遭受苦难，完全袂记得上帝过去安怎引带因、保守束缚因，互因对做奴隶的地重新转来到应允之地，搁成做大国。就算以色列人互掠到外邦，上帝犹原无袂记得因，特别差遣先知宣告安慰甲希望的信息。其实，当咱心存感叹的时，若甲眼光转放伫家己的身上，咱减袂常常亲像以色列人共款，袂当领悟上帝的作为。咱的耳孔总是简单听家己爱听的话，虽然知影忠言逆耳，却常常故意忽略，因为真话总是互人感觉袂爱听。咱的目睭也常常甲焦点放踮光彩迷人的事物顶面，对伫上接陪伴咱的人，伫咱周遭的事物却当作无看。咱常常忽略上帝伫咱日常生活中的陪伴甲作为，反倒当期盼新热奇事发生。咱也常常亲像袂领悟上帝真理的人，听做听，却无真正明白；看做看，却无真实相信。就算咱安尼愚昧无知，上帝犹原对咱不离不弃。就算伫烈怒的惩罚中，伊也彰显慈爱，怀抱咱。默想，上帝讲：失聪的人啊，听啊；失明的人啊，看啦。我听见也是看见上帝的什么作为，我是毋是有所领悟？上帝讲：失聪的人啊，听啊；失明的人啊，看。我听见也是看见上帝的什么作为，我是毋是有所领悟？咱来祈祷，充满公义慈爱的上主，求你互我的耳孔甲目睭无受蒙蔽，互我真实听见你的真理，互我伫每一件代志的顶面看见你的作为，佮愿意照你的旨意行，奉主耶稣的圣名求。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